这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总统赖清德出访南太平洋，伫今仔日已经到台湾咯。针对着中国可能的军演，赖清德是回应讲，亚军头部不如展开双手。今仔日颁发各国体育奖奖金，即届发4亿6000万，历史上上悬。另外，这帮12有12强赛纪录是未甲欠费，也出现着5有12。但韩籍政党国民力量党的党魁说强强解水，今仔日伫咧国会最高委员会紧急会议，讲总统温室就爱暂停职务。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7日AM新闻，我是嘉豪。讲到总统赖清德上任了后，头一届出访南太平洋，伫今仔日已经登来到咱的台湾咯。目前拄入境，咱赶紧来听伊上届新的单位。还有关岛、州长、总督、当地的议会，大家共享民主的价值。我相信民主啊，是台湾最珍贵的资产。经过许许多多年、许许多多民主前辈牺牲奉献，才争取到的结果，也因为全国人民团结一致，让台湾的民主成为亚洲民主的灯塔。未来我们会持续用民主、自由、人权的普世价值，跟世界民主的阵营进一步的进行外交工程，不仅仅促进双赢，创造彼此的繁荣发展，也可以共同抵御极权主义的扩张。第三，我们凝聚了海外挺台湾的力量。我要利用这个机会再次感谢所有的海外的侨胞。我这一次所到之处，除了当地的侨胞，也有分散在不同地方的侨胞赶到我拜访的地点，大家团结在一起，大家为台湾喝彩，为台湾加油，也继续的愿意为台湾贡献心力。这份心意，身为总统非常感动，也为我们侨胞的表现感到骄傲。另外，我也特别利用这个机会，感谢美国，包括关岛总督邀请我跟访问团前往他的官邸，共同唱两国的国歌。同时呢，也邀请我们早餐，充分表达对台湾的支持。我们也得到关岛议会连续4年通过。总统赖清德就任了后，头一届出访这南太平洋，伊在拄只这单位当中呢，也特别来感谢美国，也感谢伫海外侨胞，也特别强调咱台湾就是民主的灯塔。总统赖清德出访这南太平洋3友邦，伫咧头拄只已经登来到台湾咯。那国安单位市政委讲，这赖总统登来到台湾了后呢，中国解放军将有可能就会发动军演。赖总统强调，国安团队拢有掌握，而且是搁在向中国发声，亚军头部不如是展开双手，互要国际就爱登到国际正常的轨道。中国市政动级的顺风南、云林南现身北流，这篇海上搜救联合演练，在出访行程上尾一天，总统赖清德和北流总统会苏人做伙视察，展两国稳固的邦谊，希望共同强化人道救援合作和海上安全。因为伫总统登来进前，了解中国机难度增加，国安单位嘛研判中国的发动军演。我们的国安单位和各友盟国家之间都有非常紧密的掌握跟合作，同时我也期待中国举起拳头，不如张开双手。再多的军演、军舰、飞机，
给予周边国家的胁迫，都无法赢得任何一个国家的尊敬。伫出访的期间，前总统马英九邀请中国的学生来台湾交流，所伫受访的时阵，叫咱国是中国台北，引起真大的风波和争议。7天6夜一路上应该都可以清楚看到、听到，国际社会称呼我们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台湾，或者是台湾。我们希望两岸能够展开健康有序的交流。但是如果涉及矮化台湾，甚至一手所谓的交流，一手共击共建老台，不仅仅是台湾人民不会接受，更违背了交流的本意。这摆出访，罗总统过境美国的夏威夷和关岛，而且和共和党籍的美国众议院议长强生通话，和各界关心川普回归了后，台美的关系敢会延续？跟美国不同党派的好朋友通话、视讯，都代表台湾与这些国家、国际友人深厚的情谊，我们关系是坚若磐石。另外，南韩最近的政局是真乱，戒严的议题引起各大朝野的攻防，罗总统嘛慎重提醒。不分朝野，千万不能够忘记，台湾的民主并不是从天而降，我们要记住历史教训，过去的威权错误不能够重蹈覆辙。结束任内首次出访，赖总统要展现团结友邦以及民主盟友，来正面应对中国的军事威胁。以上是公视记者叶佩璇、方俊怀在帛琉的随行采访报道。咱继续来关心这南韩的政治风波。讲到这南韩执政党国民力量党，因为党魁韩东坤今仔日伫咧国会最高委员会紧急会议，讲因的总统尹锡悦爱暂停职务，理由是伊真有可能搁再出现这极端的行为。另外一方面呢，这军事将领坐5开始少年刷去到国会接受质询，针对着2度戒严的讲法，这代理国防部长的副部长今仔日伫记者会就强调，这拢毋是事实。国民力量党的党主席韩东勋前一天态度还阁真坚定，对外表示，为着卖互政局搁较乱，会用规个党的力量，甲尹锡悦的干涉按查落来。不过初六的时阵，态度煞熊熊改变。在国会最高委员会紧急会议，伊讲总统尹锡悦应该暂停履行伊的职务，理由是有可能会搁一摆出现极端的行为，到时会对国家甲人民造成真大的危害。 새로이 드러나고 있는 사실 등을 감안할 때 대한민국과 국민을 지키기 위해서 윤석열 대통령의 조속한 직무 집행 정지가 필요하다고 판단합니다. 另外一方面，军事将领为初5开始去国防委员会接受议员的质询，去向指派做戒严司令的陆军参谋总长鲍安珠，伊讲伊对尹锡悦戒严的计划是唔知头唔知尾。也那代理国防部长职务的副部长金善浩，伊讲伊是看新闻才知影发布戒严令，抑个讲并无分称指予军队。 예, 제가 특전사령관한테 확인했고 특전사령관으로부터 들은 답은 실탄 지급은 없었다고 들었습니다. 针对民权团体军队人权中心初六对外表示，有接到阿兵哥的密报，讲有几个部队收到可能会有特殊调集行动的命令，而且开始限制休假，推测国会单协尹锡悦的表决若是无通过，可能会第2届发布戒严令，请民众都要持续保持警戒。针对这件代志，金善浩讲，这并不是事实，而且佫进一步强调讲，就算有这件代志，军方嘛袂照咧做。 也若初3迄暗执行戒严令，带领军队去国会阻挡议员进入议事厅的陆军特种部队指挥官郭忠金，伫国防委员会共同民主党议员鲍成元甲金炳洲的 YouTube 直播。伊讲伊是伫戒严令发布进前的20分钟，接到国防部长金良宪的命令，叫伊去甲议员为国会内底甲拖出来。不过伊并无照咧做，因为伊知影这明显是违法。南韩中央日报有一篇标题号做“戒严是安怎无演变做修逆之春”的分析报道指出。 2000年了后出事的戒严部队，真明显甲1980年代了后出事的是真无相像。面对顶时无合理的指令，这个少年的阿兵哥心内拢会采取较保留的态度，甚至会表现出因继续执行。也若甲激新党的议员李俊锡，伊伫 CBS 广播节目表示，伫戒严的迄一暗，伊甲包围伫咧国会外口的军警大声喊，讲议员是要去做工课，安尼甲因主动干掉，会当真明显感受到这个军队无搁大家向硬。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
南韩的戒严风波引起国际关注，公司要派记者伫南韩有独家访问到这侨胞协会干事长，也就是总铺师卢景来，分享伊对南韩餐饮经济受到政治变动的影响程度，也讲到这南韩的侨胞，因的经济活动呢，确实是有去互这政治风波扫掉。南韩的政治效应是否影响到当地经济？我们实际来到江南知名餐厅，也就是由黑北大厨吕进来所开，他也从饮食的角度带我们了解当前的经济现况。韩国的餐饮的饮食这个东西是比较太贵了，算是世界级的吧。尤其是餐饮业呢，跟景气是非常有密切的关系。现在生意不好的第一个公司大企业先节约嘛，聚餐。这种东西以前是常会搞，不景气的话，不必要的东西呢会减掉。有本国籍的有名总铺师卢景来，今年11月加到新的身份，就是新任的华侨协会干事长。不过呢，现在戒严以及后续的尹锡悦弹劾案正影响着韩国社会。我们实际走访到了首尔的华侨协会哦，其实他们都认为希望事件能快速平安落幕。我们都是在侨界活动的人。如果我们有东西要跟韩国政府去接洽的时候，会有这种敏感的时期的时候，我们就比较不方便去跟他们接洽。现在有很多外国在韩国地方购买东西的时候啊，政治你各方面不安定的话，应该不放心啊，所以他有很多都转到别的国家去。除了经济层面，社会气氛对教育影响，华侨协会校长就讲，囡仔自细汉就深受影响。因为韩国是常常示威的社会，很多工会经常有他们的诉求，所以小朋友对示威的这一部分呢，虽然懵懵懂懂不是很清楚，但是也不会感到太惊讶。台湾社会课本有提到的话，那我们也会举韩国示威的例子，所以我们是经常内容是台湾的，但是举例用韩国的。那戒严风波，南韩过去国内政治分裂情况，恐惊也让南韩政治陷入更加长期的不稳定，引起各界对南韩经济前景的忧虑。当地华侨其实多半从事餐饮以及生意买卖，对于南韩政局的变化呢，虽然有些许的影响，但他们都还是希望能够回归平静、安定生活。以上是公视新闻吕俊、陈宏毅在南韩首尔的采访报道。镜头登到咱国内，咱行政院今仔日颁发国光体育奖章含奖金，这届是发4亿6470万，是历史上介济。包括着这巴黎奥运摕到羽毛球男子双打的金牌李勇、王泽林，也个模性金牌林旭廷。林旭廷一个人就共摕2090万的奖金，是摕上济。国光体育奖章1等1级黄金男双。颁发国光奖章予羽球好手李洋甲王泽林两个人笑得真欢喜。为着表扬运动员伫巴黎奥运这国际比赛杰出的表现，行政院颁发国光体育奖章甲奖金，感谢选手努力的付出。这摆总共发出4亿6470万块，写下历史纪录。今年台湾运动的成绩真的非常的亮眼，那很荣幸可以跟所有的台湾英雄齐聚一堂，就觉得非常的开心，也非常的荣幸是其中的一员。都很高兴可以跟麒麟拿下2次的1等1的奖章，那觉得对自己的运动生涯感到非常光荣。其中，伫巴黎奥运夺下男双金牌的李洋甲王泽林，除了得到2000万块奖金，加上汤姆斯杯男团铜牌，会使阁得到60万块。台湾军校林旭廷摕下奥运金牌，也是2000万块，加上补办去年世锦赛因为性别争议遭到取消的铜牌，也补发90万。也是自己梦寐以求的一个目标梦想，然后能够在今年顺利达成，也算是相当不容易。毕竟这条路走得又长又慢。另外，这摆伫世界棒球12强棒球赛内底，摕下冠军的咱国代表队也发出1亿9600万块奖金，28名选手每一人会使共领700万块。也国由明星教练组成的冠军教练团，因为现有奖金规划限制，全团上最只有200万块奖金，引发最多是不是公平的讨论。透过这个机会，相关的单位很重视整个运动产业发展的伙伴们，都愿意去把这件事情作为思考的话，那一定会对产业面的所有人都更有帮助。不止选手，因为还有教练、禽兽、后勤团队，我觉得这都是大家一起努力过来的。对着教练团奖金的争议，体育署是讲已经修改教练团奖金，将至600万块，每一位教练会使得到60万块奖金，未来会继续来修正颁发的办法。记者综合报道。
上届新的一期职棒杂志有台湾队摕到这世界杂志强棒球赛冠军的内容，内面呢是有记录这内容以外呢，还有假海报。最近大概是3钱起买，甚至是卖甲欠货，话到讲一本爱卖到2000块。今日中华职棒的会长蔡其昌就讲会加印，要互球迷拢会当买到。现在已经印了10万本了，如果还不够，我们还会持续印。所以我还是呼吁不要去买杂志，黄牛的杂志。我觉得那个都对，第一个，我觉得这个对球迷朋友的权利都是伤害。2方面，我们觉得如果纵容这个情况发生，那以后包括球票啦，或者是杂志啊这些商品啊，都会产生这种现象。因为真侪球迷买无到这网络已经花到一本爱2000块咯。兼这中华职棒会长的民进党立委蔡其昌今仔日就呼吁大家唔通去买这黄牛杂志，这联名已经有印10万本，另外会搁再加印，要互大家拢会当买到。台南永康发生这工行以外一间处理塑胶回收冷萃的工厂，这间喙机唔知虾米款的原因，煞来熊爆炸，造成4个工人目睭和巴肚受伤。这警消单位接到通报了后，赶紧来到现场抓水降温，避免引起火灾。因为现场是乱糟糟，这单工案意外发生在初6下晡2点多。台南永康中正2街一间工厂的冷萃机，在咧压缩这塑胶桶的时阵，煞来熊爆炸，造成4个人轻重伤送病院治疗。业者表示，讲是机器摩打出现故障，若事故详细原因，阁需要调查。讲到建行科技大学进前的教授陈明进去报这宜兰县政府桥梁检测工程，说防指控讲伊检测上坝造桥有7成的报告拢是假，无到现场检测。这宜兰地方法院依照伪造文书罪，该判刑2年。不担任南方澳长桥检测人员的前建行科技大学教授陈明正开设万桥坊工程技术顾问公司，不过佢是涉嫌2018年承接宜兰县桥梁检测时，无派合格检测人员检测，你是外包户无雇资格人来施做。万桥坊厂商那边检测人员，那跟当时登载的资料它不相符嘛，所以大家针对他那间检测的资料，我们也依照契约，那请万桥坊的顾问公司这边。那必须针对有疑虑的部分，那依据契约的一个条件，那再去进行全面的一个检测嘛。这案件发现是因为南方澳大桥登记了后，官府登去看检测资料，发现南方澳大桥检测资料登录无实在。检方调查了后发现，依然有真侪桥梁检测拢是由这个公司来承接，资料造假桥数量有541组。去现场检测的人一定要有一定的资格。被告2位呢，就请这一些。另外，他所雇没有资格这些人呢，直接在系统上就点那个符合契约资格的人，这个传输给这个宜兰县政府的这些业务上登载的文书有不实的情形，显示2年有期徒刑。那这个另外他的助理的部分是1年10个月陈明正所承接检验涉嫌造假的500多座桥梁，是毋是有安全问题？官府讲的全面来检查，是毋是有安全的问题？验过南方澳跨港大桥，因为需要承接检测公司已经换公司啊，所以讲法官认为这部分是无罪。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某一间教保中心和某一间幼稚园拢传出虐待威胁的案件。这囡仔的家长就批评讲，某一间护理学院委托经营的这几间教保机构，拢别出不同对待。家长讲要看这监视器，却一直甲因阻挡，要求这学院就要出来面对。那台北市教育局就表示，因暗会召开说明会，学院也会出面来甲家长讲清楚，而且会会实的。被罚上下椅子。半个小时不专心什么的，被罚跟大家隔离，不可以参与团体的活动，最长是2个小时啊。台北市有一间教保中心甲幼稚园传出虐待囡仔、甲性威胁的案件，受害者的家长出面控诉讲，有几啊间教保机构因委托一间护理学院咧营运，不过所少年所逼出不当对待囡仔的情形。批评这间学院并无尽监督的责任，抑搁伫案件发生了后欺骗家长，甚至要调监视器，抑搁互要求大写时段签承诺书，搁有家长去互学校的陪同人员口舌甲屁想。陪同人员，他在我看到难过的画面之后，以系列的方式说：“妈妈，你与其来看难过的事情，不如跟先生去开房间。”因为其中一个姓陈的教保员，捌伫2间幼稚园服务，接触的囡仔可能超过200个，所涉嫌甲囡仔卡来手来。台北市议员苗圃雅批评讲，这个学院面对家长的申诉，煞是想要甲代志压落来。
要求都要彻底调查。也让家长希望学院会当出面回息的。有民代要求教育部都要严格把关这间学校的培训甲营运。整个系所的教师跟他所教出来的学生完全缺乏基本的儿童人权跟性别平等的观念，教保供应链出了问题。法人他的确在他承接的期间发生了严重影响幼儿的情势，对外来公告负责人跟董事长的名单。那累计公告2次之后，就不得再承接我们的非营利幼儿园跟中心。针对累这2届重大违规，教保机构才袂当接案。国教署强调讲，当咧修正法令要变较严格。也让其中一间幼稚园是国防部委托经营的。国防部讲12月20就正式结束甲这间学院的契约。台北市教育局表示，初日暗时会召开说明会，要求学院出面甲家长解说。也让学院是表示会由学校高层出席，若有做唔对，就会认错，袂会提责任。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条新闻，有影是擦青街摆，伫咧新北的屋内有山鸟鼠偷错珍贵的树仔，台湾小南警方伫咧现场捡到一张发票，照这个线索咧去掠到现场主嫌等10个人，也那这个人呢，拢全部移送法办。警方甲林业署护管员就山伫新北市乌来区林班地树林内底找到不法集团偷错的台湾黄肉树。好，1块、2块，先扣起来。保质总队今年3月接到林业署新竹分署的线报，林班地有几啊沓台湾黄肉树去互偷错。警方伫犯罪现场以外找到一张发票，对查点头甲监视器，各用车去找人，总算掠到以姓张的嫌犯为主的不法集团。10个成员分工有路，先分别就山去偷错树仔，甲查藏伫山林内底，再搁分配挨落山闪警方追查。今年的6月份开始到9月，嫌疑人就开始多次组团上山盗采国有林木，他们会先前往乌来的林班地盗发台湾肖楠，然后为了躲避警方的查缉，会先将木头藏匿在森林之中，之后再分阶段背下山。新竹分署表示，台湾黄肉树是一种法定贵重茶，生伫低海拔的沙壁，因有特殊的香味，茶的分离有路，色水变化侪，佮正定的特色，介绍好才会去互不法集团偷错。窃取这些林产物的话，会涉及到森林法52条，会科以1到7年的刑责。若是窃取的又是贵重物的话，会加重刑责1/2，然后科以100万至2000万以下的罚金。除了现场查到6袋黄肉树茶，另外也伫北部假品店装到其他证物。林业署统计，互因偷出价共2204公斤，损失330万。专案照涉法新林法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那起诉了后，林业署也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甲被告讨赔偿。记者综合报道。伫咧今年4月，台南北区北华街有11户，这边啊建案伫咧施工，因的厝是贵起去，建商是补贴租金，互因遮的民众呢先搬离开遮。不过安怎来处理这受灾户和建商是超袂好势，建商也拍算讲要来拍官司，互法院来判，甚至搁再放调讲袂搁再补贴这租金嘛。台南市北区北华街有11户，今年4月因为隔壁建案施工，害呢厝起起厝起，有安全风险的住户全部暂时搬走。经过半年协调，受灾户甲建商到达依有关系敲袂成。对方就直接给的答案就是说，我们的房子它不扶正，不做扶正，而且以不做损害赔偿。然后如果要收购的话，如果对方收购我们的屋子50万一坪，地坪50万的费用来收购我们，可是你一坪50万的费用，你是远低于实价登录的价格，不符合啊！因为我假设好，我真的卖它，我去住哪里？受灾户搬走了，税厝是建商的补贴，建商原本是要甲隔壁有影响到的11户拢总买了，不过有部分的住户对介绍无满意，协商破局。即马阁有风声讲业者无要阁补贴租金，甘愿惊官司，等法院来判赔。开的价钱是高于市价3倍的，价钱太高啊，所以我们集团没有办法接受这个条件啊，所以我们就请他们走法律程序。一定都有列管在案，那我们要求建商呢，要提出工地的改善计划，以维护这个公共安全。目前在诉讼之中。干务局强调，这个建案已经立管，后续等待业者提出改善计划了后，才会开始个动工。受灾户会当考虑向社会局申请协助安置。记者综合报道。
全观众朋友来看过这新闻，讲到咱台湾伫咧拉丁美洲友邦巴拉圭，昨是宣布把这中国外交官刺猬赶出境，是因为刺猬干涉内政，煽动巴拉圭和台湾断交。但驻巴拉圭的大使馆也发出声明谴责中国。中国外交官刺猬出现伫巴拉圭国会，佮游说议员甲北京建交，爱巴拉圭政府赶紧做出正确的决定。Ahora casi no hay comercio o exportación de Paraguay directa a China. Es una gran lástima. Los paraguayos están regalando su ganancia a intermediarios, pero con relación diplomática con China, ustedes pueden ganar más. 巴拉圭是咱伫拉丁美洲唯一友邦，刺猬原本是去巴拉圭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年度会议，却无去，反倒但走去首都亚松森的国会，煽动巴国放弃台湾，引起外交风波。巴拉圭外交部透过声明撤销伊的签证，宣布伊因为干预政治，被列为无受欢迎人物，24小时内爱出境。巴拉圭长期伫外交支持台湾，被看作是阻碍当地农民对中国出口粮食的主因。不过，外交部长11月底访问台湾，接受专访时，佮表示支持台湾的立场。Paraguay is open to establish diplomatic, consular, or commercial relations with China without conditions. We don't accept any condition to break our relation with Taiwan, to have relation with China. Because those principles. 中国外交部还未有回应，但驻巴拉圭大使馆是透过社群媒体声明，谴责中国是要破坏台巴友谊。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刺猬或者是中国外交部的谬论，拢无法度改变这事实。中共政权唔捌也无可能代表台湾。公视新闻陈伟珍报道。美国北加州近海伫当地时间初5早起10点半左右发生规模7.0的大地震。在加州俄勒冈州的沿海地区呢，尚无有530万人受到这大海潮的警报。加州袂少地区的驻地单位也赶紧甲民众疏开，去到地势较悬或者是较内陆的所在。经过点外钟，才解除这紧急状态。海岸边的公路车辆排甲真长，离海岸较远的球场嘛，组织真侪居民。美国北加州近海伫当地初5早起10点半外发生真罕的看到的规模7.0的强烈地震，互当局对加州、俄勒冈州大片海岸地区至少530万人发布海啸警报。I think the warning was issued in this case because it was a shallow earthquake, so there is slightly increased potential for tsunami genesis if that earthquake is able to result in significant shaking all the way near the surface. And then also there was at least some vertical displacements. 根据 USGS 美国地质调查所资讯，地震发生在当地早起10点44分，地点是在加州佩特罗利亚西北边，差不多63公里远的太平洋海面。震源深度只有600公尺，和真侪所在拢感受到强烈地震，连几百公里外的旧金山居民拢感受到地震的威力。这个7.0的地震嘛是加州在1906年有地震的记录以来第12强的地震。因为了后，阁发生几来届余震，和真侪地区的驻地单位紧急疏散居民到地势较悬的所在，也是更加内陆的地区。加州州长纽森嘛伫第一时间签紧急状态声明，疏散居民，嘛互联邦政府的资源会当快速转移到沿海受影响的地区。I just signed off on a state of emergency declaration that will allow us to provide more resources, provide some of our National Guard resources as needed, access to state fairgrounds, waiving some contractual obligations for that part of the state. 外国媒体 BBC 报道，这是今年全球第9届规模达到7.0的强烈地震。地震造成加州红埔郡差不多1万人无电通用，好在地震无造成真悬的伤亡，也是大面积的震灾。而海啸警报嘛，伫1点外钟了后解除。大气科学家史温表示，第个海面上可能阁有无稳定的海流、海涌，提醒民众暂时莫去海边活动。同时阵嘛无排除阁有余震发生。公司新闻台是董炳耀。以下冲突特别满14个月，加沙死亡人数超过44500人，大部分是百姓。国际特赦组织初5就公布一份调查报告，指控以色列对冲突开始就伫咧加沙地区实行种族灭绝。不过，以色列和美国却是无同意这报告结论。以色列是国在谴责国际特赦组织是恶质又极端的组织。
两名妇女互相插条的坐落来，因为失去亲人，男做伙大哭。伊甲冲突到暂时就要满一档2个月。总部伫英国伦敦的国际地下组织，当地采购发布一份调查报告，照以色列政府甲军方官员所摆非人性、甲政治灭绝的言论，佮记录战火破坏程度的卫星相片，加上实地调查甲加沙当地报告来做分析。将近300页的报告指出，为冲突发生到今年4月20日，以色列对加沙进行15届空袭，无证据当证明空袭是针对哈马斯的军事目标。认为以军的攻击已经让巴勒斯坦人受到营养不良、饥荒甲疾病的折磨，超过伊让巴勒斯坦人10万真有计划的死亡。讲这是违反1948年联合国的防止甲停止政治灭绝罪公约。报告指控，为以哈冲突开始，以色列就伫加沙实施种族灭绝。不过，以色列所谴责国际地下组织，一直对以色列有偏见，是恶质佮极端的组织。For Amnesty, Israel was born guilty in 1948 and have been guilty ever since. They ignore the genocidal intent and actions of Hamas. Number 2, Holocaust inversion, genocide they cry about Israel. They distort reality and downplay the clear intent of Hamas to annihilate Israel. 以色列认为国际地下组织的讲法欠缺证据，嘛无写到以色列的人道措施，包括116万吨的援助物资进入加沙。讲加沙人口实际上无减少人道增加，佮批评地下组织操纵国际法，甲合法自卫讲这是种族灭绝，认为这是鼓励恐怖策略。而一直支持以色列立场的美国嘛无同意报告的结论。We disagree with the conclusions of such a report. We have said previously and continue to find that the allegations of genocide are unfounded. 国际地下组织秘书长卡拉马德毋望报告结果会当提醒国际社会，要求冲突必须马上停止，嘛呼吁美国甲以色列其他盟友停止军援，若无有可能会正做种族灭绝的强权。公视新闻台是董秉佑。来看自首伫总统府的宪兵211营，传出有讲这校长带学弟涉嫌用手机偷翕这办公室的机密文件，背互中国的情报人员。这4个人对指控自1年开始赚的乌心钱有184万。台北地检署查来依照违反着国安法定罪嫌甲起诉。我想在当前的安全形势之下中共对于我们的渗透攻坚是从来没有停顿过的。像陈姓名人等等这种叛国不法的行为，一定会受到国人的唾弃。国防部表示，这个案件是政检局接到官兵主动检举的，随通报国安局等国安团队施行专案调查。国军会继续进行反情报教育。总统府是表示，高度关注这桩案件，士官兵因为个人利益说来出卖国家，爱受到上严的谴责加法律的制裁，相关单位也会配合司法侦办。中华电信今年第3季营收有556亿，是这7年来同期的新高。工会也向这资方要求，着爱增加薪水，赶紧完成这团体协约，也个这员工延后退休协商等诉求。劳资双方伫初5谈判说是无共识。工会对昨暗开始呢，也伫咧公司一楼打天道过暝，也讲即届抗争无限时间，合约公司着爱有诚意。在公司1楼的大厅大报平，中华电信工会是发起无限期的抗争行动，搁伫大厅挂黑布条，要求公司爱提出有诚意的方案，和工会来协商。双方伫初5谈判，工会要求大家员工逐个月薪资提悬7500，另外团体协约爱诚信协商保进度，另外协商9年后的员工延后退休的方案，含要求达部提悬到替薪制提8率到15%。协商要4点钟无共识，谈判失败。公司高层应该很清楚工会的这个诉求，那我希望他们可以认真的去思考一下，他们提出的方案跟我们的方案中间实质落差其实没有很大。我个人认为，公司可以再好好的考虑一下。工会随发快讯给会员，讲公司对加薪是用拖来应对，完全无诚意。公司在协商会议内面提出来的方案，完全无符合合理分配原则，因为无限期来抗争，一直到公司提出诚意的方案。初6早起，中华电信董事长和总经理亲身到抗争的现场沟通，不过同款无共识。人力银行业者分析，因为军工到明年开始调薪，和个人事业嘛期待薪资成长，加上欠工嘛是谈判条件。这个产业界不分这个公营事业或者私人企业都有
缺工的一个情况，因此也让这个劳方这边觉得其实跟资方这边有比较大的这个谈薪水的一个空间，当然要求加薪的声浪也因为这个缺工潮的关系会逐渐的一个扩大。尽量用最大善意的方式去达到这个沟通，满足员工最大的权益。大概这是原则性的那个，那部里面也要尊重公司的治理原则。对中华电信工会发起抗争，而且无排除在明年初展开罢工投票。交通部进前已经指示中华电信应该好好和员工来沟通。对工会无限期抗争，新闻资料为止，中华电信无回应。记者综合报道。今年3月，在台北信义区发生宝林地石崩克烈酸中毒的案件，造成6个人死亡。台北市政府表示，最近有完成头一站死亡个案的调解，是一名外籍的受害者。这家属有向台北市法务局申请消费争议调解，调解有成立。日后，这受害者或者是死者的家属，都会当照这款的方式来调解，和消基会所提出的团体诉讼会当做伙来进行。宝林地石崩克烈酸食品中毒事件爆发到即阵，其中一个外籍受害者死亡个案，家属向台北市法务局申请消费争议调解。经过4场调解会议，3个月时间，可以看下百货业者美食工场的保险责任分担，另外开10多场的保险理赔争议研商会议，保险公司同意启动相关理赔的赔付机制。我们有先达成第一类的第一案的死者被害人的家属有跟业者还有保险公司达成和解。好，那目前和解的内容已经送法院核定。调解成立了后，因为保险公司甲业者中间理算已经有这内容参考，北市府也甲相关的信息甲其他受害者甲死者家属讲，现已经有4位死者家属也计划提出申请，陆续参加调解庭书。消费局讲，本来6位死者家庭状况无同款，有个案是家庭主要劳动的人口，也是经济主要负担者。未来其他个案若是进入到调解过程，会依照状况甲保险公司来协商。也拿市府新贷出的医疗费用大约984万块，也已经提起要求赔偿的民事的官司。这一笔费用上来讲的话，那我们也绝对是在代位求偿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也希望在整体后续的一个这个赔偿的支用当中来讲的话，也希望保险公司能够来偿还这笔费用。市府特别强调，受害者申请市府调解庭书，甲参与消基会团体官司，拢是独立的庭书，会使同时双边来进行。市府尊重每一位受害者甲死者家属意愿，会尽力来协助。记者综合报道。主计总处公布11月税厝租金指数年增率是2.66%，是这28年以来呢上界悬的。有学者表示讲，现有的这个厝呢，也阁有袂厝，这介绍拢伫咧观点，这租金短时间内是降袂落来。那居住正义团体是认为，国内上百万间的空厝拢无入来到这税厝的市场，政府的租金补贴颠倒是去，或者厝头家赚到会当继续来起价，那税厝的民众担头是愈来愈重。11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是2.08%，搁一摆徛转来2%的通膨警戒线，其中厝税指数起伏是来到2.66%，从1996年6月以来上悬。居住类上涨2.32%，主要是因为房租上涨2.66%，再加上电费以及住宅维修费分别上涨4.48%以及3.17%。主计总处讲，今年6月就捌出现2.6%的起伏，11月的起伏无算是明显升起哩。强调影响厝税的起势包括4大因素：物价、厝价、维修费含利率。目前单单物价起势是无起较济，其他的因素起势拢无减。第二来厝税起伏减势的机会无大。学者嘛认为讲，租金无法度降，主要都是因为厝价相关。房价呢是持续的呈现上涨的一个态势，也就会有顺势调高这个房租的一个动能，所以短期间看起来，在这个房租的部分，可能依旧还是会持续处于在高档。房产专家讲，关厝价推升买厝的成本，为着有关租金的投报率，厝税自然会含厝价做伙起。居住正义团体阁讲，政府的厝税补贴嘛应该检讨。
所以台湾大概每8间房子就有1间是空屋啊。当然，对于房东来说，他有完全的定价权。即便同意了房客申请租金补贴，通常也是会用涨租的方式去跟房客拆分，会连带的造成定锚效应，就是周边的这一带的房东都会同时去挑战他的房租。政府设新青安，替第一摆买厝的人完成买厝的梦想，所变做投资客炒房的资金来源。第3季央行是提出第7波选择性的信用管制，房市虽然降温，但是厝价同款悬，厝税嘛伫高点。央行第4季理监事会议要伫12月19举行，敢会阁提出相关管制措施嘛？持续在观望。记者综合报道。台南新化年会老街袂少人会来遮款会，进前店家收到通知，讲若准备参与明年的排单呢，就要纳7000字的费用，水电钱另外算，租金是平进前贵1倍。警方局表示讲，主要是因为排单是商业行为，明年开始呢，就要使用者付费咯。新华老街规排的百老客式的立体建筑，总是让游客来遮行大欣赏。尤其过年过节时，人拢叉来遮看年会。不过即摆这张广告单互店家气噗噗，因批评明年若要伫新华年会老街排单，就要纳7000字，佮无包括水电，实在伤合。参应过租金3500差真济，真济在地业者无法度接受，甚至无愿意参加。之前迄个3档前先拢外包啦。外包价钱本来就较悬的啦，较早6工早3000当年，今摆变7000字啊！哦，迄个差距上大啊！你讲物价膨胀嘛，但无差啊多啦。对他们那个摊贩来说，对他们福利也比较不好，租金比以往贵出1倍。这个店家都有欢迎啊，很多。新华年会街啊，到打办14档，在地面带认为这阵走进去啊，因为活动拢会办到2、9暝前1天，每年煞安排到过年前1礼拜尔。另外，对一开始经费400万到尾手无半项预算，这阵排单租金阁起价。经发局回应，经费并无减少，只是排单是营业性质，才会调整做法。其实迄毋是补助因咧，你办一个活动，你爱需要有舞台，有需要主持人，需要周边的一寡串联的活动来去做支撑。现在的经发局根本搞不清楚，我们为什么一开始要办年货大街的初衷是什么？针对摊商部分，采用自负盈亏、使用者付费原则，那摊商需自行负担摊位设施、清洁、水电、交管等成本费用。经发局坚持招商单位定费用爱业者家己负担，因为后续用伫舞台活动规划行销顶面，即阵地方犹原无共识，伊嘛喊声望政府恢复较早模式，达成双赢局面。记者上台南采访报道。来看屏东，屏东的警方这礼拜加强抓弄过红灯的违规，这3天内就开卖1800张的罚单咯。提醒来观众朋友出门在外遵守车红灯，这是上界基本的哦。路口已经红灯车拢停落来，骑红色乌多摆民众无看交通号志直接倒弯，警方也看现现随界处理。红灯呢？你我盖回下没？红灯正话或者是撞过红灯违规的乌多摆，拢互警方查入来开罚单。这个月初2到初4，针对弄红灯的违规行为，屏东警方执行严格处理，短短3天内就开1779张的罚单。专案期间计取缔违规1779件，闯红灯涉路事故计发生2件，造成2人受伤。年尾要到，警方强力执法，因为根据屏东县警察局的统计，今年1月到11月弄红灯违规案件有31600多件。和去年同时间来比，已经减少5789件，交通事故发生率也有降低。警方强调，严格执法是为了要改善不良的驾驶习惯。强力执法造成这个民众荷包失血啊，也不是很好啦。应该是宣导跟执法平衡一点。我支持取缔，我自己的话就是也会小心避免，就是自己犯这个错。那汽车撞过红灯的违规，行前无遵守号志，无行过路线，造成伤亡事件。屏东警方统计，今年1月到10月也有378件，警方也拍宣导片，提醒民众正确的交通安全观念。记者综合报道。
彰化县环保局、青发处也个交通处拢设伫咧彰化县立体育场遮，有人来遮办公，有人来遮运动。不过最近有民众反映讲，这附近的公用停车格因为无要收钱，真侪人会长期占用，真歹找到车位。县政府表示讲，会讨论管理方式，未来真有可能就会收停车费啊。彰化体育场内有学生囡仔在跳绳啊，嘛有民众驶车来准备要运动。但是体育场外口的公用停车场因为是免费的，附近大学的学生、居民会使来遮停车，一个停就是几工。官府表示，未来停车可能会收钱，有民众认为合理，嘛有人表示会影响来运动的意愿。毕竟是公共地方啦，那其实洽公的民众啊，我们有时候真的是会找不到停车位。所以，如果能够，譬如说有收费的机制，其实以价来质量的话，其实我觉得这样是 OK 的。未来如果有可能要改成要收费的话，可能就会影响到我来这边可能要停旁边的路边。其实我是不希望这边改成收费的。你若来这停车，你爱规矩守好是无要紧，袂使造成人的无方便安尼啦。彰化县体育场广场加上附近建兴路，计共有400外停车格，实际行一抓，大约8成车格拢有停车，甚至有的车无车牌。面对车位互人长期占用的现象，县府表示会搁再讨论管理的方式。针对停车被占用的问题，目前多个方案都会讨论。后续要增加停车的周转率的话，收费的方式也在讨论跟研拟的一个范围内。县府表示，目前长时间占用车位会成选择可控，超过1礼拜拢无刷车的车辆会请警察处理，维护民众停车的权益。未来嘛，无排除会改停车收钱来提高车位的主转率。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农业部有去估计，讲全国青皮大丁的数量有到20万只。农业部也宣布要成立青皮大丁防治应变小组，未来农作物天灾回报系统也新增加青皮大丁的通报。台南市农业局也配合中央政策，接来举办防治人员的训练课程。无到1天的时间，这120个名额拢装满，甚至就有人伫质疑讲，有人放偷偷啊安插在内。不管是市区、农地还是海边啊，拢会当看到青豆丁。防治组是有海外来种的青豆丁，伫台湾会使讲是规个失控啊。农业部授权地方政府训练了因的人力，在伫台南市是第一摆开课程。数量多到很吓人，因为他们产卵啊、干嘛的，一次就可能上百颗都有。那所以你一直在除的情况下，可能就是真的是需要很多的人来帮忙了。产啊是余温啊，也弄一寡损害的乌空的葱啊会安尼，拢足糟蹋的，我总来上课者啊，像说帮忙移除安尼。那个青豆丁伊拄会当得到奖励金，是啥真侪无共职业的民众下县市来参加。12月初6和13两天，可能120个名额，无过1天报名就满啦。洪志基有来电农业部澄清。在10个小时里面，我们同事在凌晨的时候就把已经额满60个，额满我们就把它关闭了，所以我们一切公平公开。台南市店今年已经一度要12000只的青豆丁，但是授课学者嘛提醒讲，伊就莫干那想要把数量冲好悬，外来种的生物管制法令嘛需要调整。还有很多法令都没有去配合啊，包括我们的放生法，是不是？我们到现在放生没有罚则。所以我们很多其实有些生物是放生造成大问题。农业部初估国内的青豆丁已经有20万只，这么多，才来宣布成立青豆丁防治应变小组，透过农作物天灾回报系统，甲因分3组来执行通报、监测和抓因的工作，来达成加速移除的成效。记者综合报道。有人讲狗仔呢是咱人类上界忠实的朋友。来看这新德县动保所3年前呢，有收养一只咬死人的彼得犬，伊叫做尖椒。也因为伊有攻击性，依照法规呢是袂当互民众去领养的。这3年来，这只尖椒呢，就一直封关伫咧狗笼仔内面。着民众替这只狗来讲情，最近经过训练师甲训练半年了后，一定会当挂这狗喙笼啊，也会当出外去散步咯。看到有人过来，比特犬连咪大声吠，替人仔顶悬，佮带有攻击性的警示。这只比特犬名叫尖椒，3天前来到新德县动保所，惊有安全问题，互人关伫笼仔内底，一个关就是3年的时间。坚持是从
民国110年到一直收容到现在大概关了将近3年多了那他刚进来的时候，因为他是咬死人了嘛进来，所以他的个性上面是比较具有攻击性的这只比特犬尖叫，2021年时，因为捌咬死人，就收容伫动保所内底，依照规定无法度予一般民众领养。3年来，拢敢若会当关伫笼仔，也有引起讨论。最近动保所找来专业人员，经过训练，尖叫即马已经会当挂安全喙安出来外口运动。因为空间狭小，所以它比较容易激动，旁边有很多狗也很激动，所以这样的环境下要对它做什么训练就比较困难。但它已经很喜欢出来散步，散步的时候也很平静。是尽量利用各种这种分散它注意力让它不要这么在意它戴口罩的这个部分让它来减轻它的这个焦虑感那我们会持续来让坚持接受这种相关的训练动保所指出，比特犬比一般的狗攻击性更较强，所以较常听到发生攻击动物甚至攻击民众的意外。因为比特犬尖叫经过训练有较稳定动保所表示，未来会继续训练，希望改变伊的性地甲状态。总是对狗仔来讲，会当出来活动是真好的代志。记者杜君豪，新潮报道。国立台湾交响乐团伫咧后礼拜六呢，要举办一场台湾传统民谣做主题的免费音乐会。这场音乐会会甲台湾1930年代到现代24条经典歌谣重新搁甲改编曲，用这管弦乐团重新呈现，也邀请到这些歌手做伙来演唱，互不管是倒一个年龄层的听众，拢会当伫这场音乐会当中听到家己年代歌谣。台湾人拢真熟悉的传统民谣《丢丢东啊》，由国立台湾交响乐团重编，用和弦乐器呈现新的模样。国立台湾交响乐团12月14要伫两厅院艺文广场，用24条台湾自日本时期到现代的经典民谣重编，免费演给观众听。从1930年代，我们民谣的一个开始启蒙，到之后的一个战后的一个音乐的蓬勃发展，以及之后民歌，还有到现在流行音乐一连串的音乐，让大家去回味这样一个历史。音乐会也邀请左雅文等等8位台湾歌手，伫交响乐团的伴奏之下，唱一寡台湾的经典歌谣。除了欣赏音乐，主办单位也希望观众会当哪听、哪了解每条歌背后的故事。伊写这个歌的时阵拢有一个故事嘛，有一些故事嘛，或者是不管是感情。或者是对于这个整个台湾文化的一些的感想或者是想法，写成词曲之后，那这些故事到底在哪里？我们要把它挖掘出来。所以每一首歌开始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些很温馨的小故事呢，能够在 LED 上呈现。主办单位甲这摆音乐会重点集中伫1930年代到达的经典华台语歌谣。制作人李明志讲，为了增加互动性，现场的大型荧幕也会甲歌词点出来，互观众对咧唱哪了解台湾歌谣的文化故事。记者阮李玉凯台北报道。食饭皇帝大，不过即摆流行的是对菜园到饭桌为着要来推动这食农教育，家己关一寡农民或者是非营利组织，用正式环境甲在地农业的观念，设计真侪课程，向这各中各小来推广。今日家己关着专工举办食农博览会，互相分享成果，做伙来提升食农教育的合适环境。各小的学生小家己用插架设计智慧农园，希望用科技的方式减少天气甲病虫害的影响。来自家己县30多间的各中小做伙来举办食农博览会，展现因伫食农教育推广的成果。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农业灾害，让农夫遭受损失，所以呢，我们就想是不是可以制作一个智慧的农园。教囡仔要安怎来种植，要安怎来饲土，土壤会让种出好的物件。像南明国小用滴灌的
的方式来照顾这个农田，都是一种这个农业技术的学习。参加破烂会学校，咱有参与这个竞争型的实农教育计划，在破烂会当中分享因为研究的过程到最后完成的展览。有学校就表示，透过甲农民设计实农教育的课程，会当延伸真侪无共学习的内容。咱咧种物件，想说学英语，甚至讲培养人甲人之间的感情。所以我的囡仔因为经由这个过程，将采精料真好，英语嘛进步真多。我们有很多学校把他平常的一个，不管是种植或者是在教学，那有一些是导入了科技，这样的成果可以分享给我们所有的我们其他的一个学校。教育处表示，农业是嘉义县主要的产业之一。实农教育的推广，除了甲学生囡仔食品安全、友善种植的一寡观念以外，嘛希望让学校甲农民了解农业的发展状况，做伙提升在地的农业环境。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各位观众朋友，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18度到24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17度到27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17度到29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8度到27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4度到23度。结果未来3天的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